Hello，大家好，我係 Crystal 多倫多全職地產經紀，歡迎嚟到我嘅 YouTube channel。大家話身後面呢個景，對我估到我又喺 Downtown Markham 啦，好似走嚟走去我都離開唔到 Downtown Markham。咁冇得講，因為佢依度 location 真係相當地好。Downtown Markham 呢一個整體規劃社區係位於 Warden Avenue 同埋 Enterprise Boulevard 呢一帶，話到明係萬錦嘅市中心，交通生活配套一流，12分鐘可以去到高速公路404， 4分鐘去到高速公路407， 4分鐘去到 Unionville GO Station， 搭火車直接去 Union Station， 只不過係需要40分鐘左右，返工或者去 Downtown 玩都好方便。不過都要留意啦 ，Downtown Markham早上或者係放工時間呢，交通都比較擠迫，預鬆少少時間。一落樓已經有 Viva 巴士專線，最正嘅就係佢嘅 walkability， 行出門口幾分鐘就有扒房、茶餐廳、意大利餐廳、甜品店、Cineplex VIP。呢度周不時亦都會有 pop-up market 或者戶外音樂室，成個氣氛好似去咗歐洲小鎮咁，非常之 chill。我同 Jackie 啱啱亦都喺 Downtown Markham 咧係賣咗一個 townhouse 㗎，咁就係14號 Lord Durham Road。我哋之前亦都拍過片㗎，呢個物業咧擺咗係1個月，我哋就賣出1583000蚊。今次呢一個 video 咧，我哋最主要就會介紹位於 Downtown Markham 啱啱起好嘅兩棟最高嘅 condo building， 即係 Gallery Towers Building D 同埋 E。呢兩棟樓唔止外形現代化，最重要佢係成個社區最核心嘅位置。Building D 一共25層高，222個單位；Building E 28層高，261個單位。total係483個單位。呢兩個 building 咧，佢哋係 share 全部嘅 amenity， 有 barbecue 設施、party room、game room、電影院，齊全嘅健身中心、瑜伽室、pet spa、office space， 亦都有充足嘅 visitor parking。發展商而家係仲有少部分嘅單位攞緊出嚟賣，一房50萬起，1+1 60萬起。兩房70萬起，2+1 90萬起。咁佢哋而家亦都做緊好多唔同嘅 incentive， 需要詳盡資料嘅記得 WhatsApp 我。我哋今日一共會睇3個單位，第一個會 detail 啲，第2同埋第3個單位會係一個 quick walk through。第一個單位2+1 993尺西南角單邊位，正門喺呢度，玄關位一入到嚟呢，有雙門嘅衣櫃，前面度呢就係個客廁，轉個彎。呢度係洗衣機、乾衣機房，再行前少少，呢度就係第二個睡房。第二個睡房咧，佢係 sliding door 嚟嘅，旁邊度就係一個大嘅衣櫃，瞓覺嘅地方。嗱，呢度我覺得呢個位咧 perfect 去擺書台、櫃。咁呢張床就喺度咯，你可以擺 double 咯。我覺得呢間房擺張 double 係會 make more sense 嘅。佢呢一間房咧係望向南邊㗎，咁就係望翻 Gallery Tower 嘅 Building D 啦，同埋 Marriott 酒店，同埋而家大家好眼力係可以望到 Downtown 嘅 CN Tower。佢呢一個 layout 咧係有2個半洗手間，即係佢每一個房間咧都有自己一個套廁㗎。咁佢呢個就係 come with 一個 shower 嘅。咁其實佢呢個單位啲 finishing 咧係好 standard 㗎，全部係 standard finishing。轉出嚟右手邊呢度咧一個釘，嗱你呢個釘咧擺到單人床同埋一個書台嘅。咁佢而家呢度咧就冇燈啦，但係佢係有個 light tab 㗎，同埋呢度有個電掣。咁你係自己裝盞燈，咁你就可以用呢個 light switch 咯，都 spacious 嘅。離開個釘嘅右手邊，呢度係個主人套房。主人套房呢邊咧就係望翻向西邊，四四正正嘅。呢度你足夠嘅位可以擺多張 king size 嘅床，呢度 king size 嘅床。俾個 idea 你點樣去擺設家私，一個大嘅 walk-in closet。主廁呢度係有個窗，香港人咧就最中意噶啦。個 open concept 嘅廚房 living dining area。咁呢個單位咧，我啱啱都冇講，係9尺樓底 smooth ceiling， 全部都係木地板嘅。咁佢中間個 island 啦係 movable 嘅，你可以喐嘅。即係如果你覺得呢度太闊，你咪
喐過嚟少少咯。全部櫥櫃都有晒 soft closing， 呢度更加多。咁啊 built-in 嘅 appliances， 洗碗機、焗爐、stove top、抽氣扇。咦？呢個係冇個微波爐㗎，咁你自行去購買個微波爐，跟住佢咧全部櫃下邊咧，亦都已經係裝咗燈，咁所以比較光嘛。尤其你煮嘢食，你會想要燈㗎嘛。咁我哋呢一個單位咧，其實佢係單邊㗎，單邊咁呢邊南邊，呢邊係西邊，跟住咧呢度有一個好大嘅 balcony。嚟緊睇嘅單位咧，都係深受大家歡迎嘅 layout， 係1+1兩個洗手間。第二個單位咧係 Ruby 嘅 layout， 628尺。一入門口嘅左手邊係第一個洗手間同埋乾衣機房。呢一個洗手間咧係 come with 一個 shower。走廊嘅另外一邊咧係去到一個大約80尺嘅 den， 已經係包括咗一個 sliding door， 可以改做書房或者係睡房，擺得落一張單人床。一出嚟就係一個 open concept 嘅廚房。Quartz countertop、backsplash 全部係 built-in 嘅 appliances。中間有一個 movable 嘅 island， 其實單位不大，呢個 island 就最適合可以做埋餐台。廳呢度咧都可以擺到一個 free seat 嘅 sofa。呢個單位係向西邊，咁就係望翻 Downtown Markham 早期規劃發展，同埋中間好靚嘅 townhouse。主人套房大概110尺，有足夠嘅位可以擺到一張 king size 嘅床，凹咗個位最 perfect， 可以掛一部電視機同埋衣櫃。全部單位亦都已經係包括晒 roller blind。主人套廁呢度咧就係 come with 一個 bathtub。第三個單位 The Stone Layout 636尺，呢一個 layout 同我哋啱啱睇嘅第二個單位好 similar。點解1+1兩個洗手間係多人多咁吸引？其實我覺得好多時係家庭需要，譬如你係新婚夫婦個 den 可以做住 office， 但係如果將來生咗小朋友，個 den 就可以變成 BB 房，唔需要即刻換樓。如果有親朋戚友要過嚟住1-2個星期都冇問題。相似咧就係個關鍵啦。如果得一個廁所，住喺den嗰個就要同主人房或者屋主爭廁所，但係有咗2個廁所，個den就變成一個獨立嘅居住空間，保持咗大家嘅私隱。同埋1+1兩個洗手間嘅 layout咧，通常都會比2房平啲，管理費亦都會平啲。呢一種類型喺呢幾年嘅市場上咧係非常之吃香㗎。發展商仲有其他 layout 去俾你選擇。如果真係有興趣或者想親身去睇呢啲單位嘅，記得聯絡我同埋 Jackie。